女人開始衰老，最怕唔係眼角多咗幾條紋，亦唔係頭髮白咗幾條，真正令人心入面一沉嘅，往往係有一日你忽然發覺自己身上有啲嘢變咗。以前落樓買餸，風吹過嚟，自己都覺得清爽。以前同人講嘢唔使特登遮住個口，以前出一身汗，沖個涼就乾乾淨淨。可係唔知由幾時開始，你會怕同人企得太近，怕搭個人多，怕坐喺人隔離，甚至怕自己老公仔女忽然講一句你身上點解有陣味。我同你講，女人老唔老，有時唔係睇塊面，而係睇三樣嘢：身上有冇俗氣，心入面有冇怨氣，生活裡面仲有冇生氣。好多女人一聽到衰老就即刻諗護膚品、面膜、精華、醫美，以為只要塊面拉得緊，個人就未老。但老祖宗睇人從來唔係淨係睇皮相。《黃帝內經》有句說話叫有佐內必形佐外，意思好淺白。你身體入面嘅氣血、脾胃、肝膽、心神，長期點樣運行，最後一定會喺外面顯出嚟。呢個人係清定足，係鬆定緊，係有光定暗沉，其實藏唔住。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女人唔願意面對，但又好真實嘅提醒：女人開始衰老，往往會有三臭同兩小。若果你一樣都冇，恭喜你，唔係話你一定得20歲，而係你嘅身體、心境、生活狀態，仲有一股年輕嘅氣。呢股氣比你買幾貴嘅胭脂水粉都珍貴。所謂三臭，第一係口氣變重，唔少女人到咗40幾、50幾，忽然發覺自己朝早起身，個口好苦好澗，講嘢有陣味，刷完牙冇幾耐又覺得唔清爽。你唔好以為呢件事淨係牙齒問題，當然牙齦、垢牙、胃酸、口腔清潔都要理，但從國學養生角度睇，口氣重好多時同脾胃有關。脾胃一弱，運化唔好，食落去嘅嘢唔能夠清清爽爽化成氣血，反而積喺裏面，濕熱滯一多，個口就容易有俗味。尤其而家好多女人白日忙到冇時間食飯，夜晚又食得濃味甜膩凍飲，食完又夜瞓，瞓覺前仲攞住部電話一路碌一路焦慮，脾胃點會唔亂？第二臭係汗味變質。年輕時出汗，有時係一種清爽味，做完運動沖個涼，成個人精神晒。但有啲女人年紀上嚟之後，唔係出汗多咁簡單，而係汗有一種悶住、酸住、焗住嘅味道，尤其喺頸後、腋下、背脊、胸口，明明冇做乜粗重嘢，都覺得身上唔乾淨。呢個時候你就要諗下，自己係咪長期坐多喐少，身體濕氣困住，情緒又困住。人嘅身體好似一間屋，窗長期唔開，空氣唔流通，就算你擺幾多香薰都冇用。濕氣一重，陽氣一弱，汗出嚟就唔清，氣味自然雜。第三臭係女人最怕講出口嗰種私密氣味，呢個唔係叫大家禁戒，亦唔係叫大家自己嚇自己。有唔舒服，有異常，有痕，有痛，有分泌物變化，當然要揾醫生，唔好拖。但除咗醫學上要注意之外，從生活角度睇，呢種味道好多時都同一個女人嘅作息、濕熱、壓力、衛生習慣、內在抵抗力有關。女人身體本來就好細膩，太累太夜瞓，太多甜食，太多冰凍，太多壓抑，身體就會用佢自己嘅方法提醒你，你唔可以再咁樣消耗落去。我以前識得一個街坊，大家叫佢芬姐。芬姐後生時真係幾靚，唔係嗰種濃妝豔抹嘅靚，而係恬靜精神，笑起上嚟眼裏有光。佢以前喺中環一間公司做文員，每朝返工前一定揾好件衫，鞋頭擦到亮，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嗰陣時同事成日笑佢，話佢落街買杯奶茶都似去飲喜酒。芬姐聽完就笑，話女人唔係為咗俾人睇先打理自己，係自己尊重自己。後來佢結婚生咗2個仔，人生就開始變。老公做運輸，收入唔算穩定，家婆身體又唔好，屋企大大小小嘅事慢慢全部落晒喺佢身上。
初初佢都仲會打扮，後來就開始慳，護膚品唔買，衫唔買，頭髮由1個月收一次變成半年先剪一次，食飯更加求其，仔女食剩乜佢就食乜，夜晚等全屋人瞓晒，佢先坐低食2啖凍飯。人一忙，最容易忘記自己係一個人，唔係一部永遠唔壞嘅機器。芬姐47歲嗰年開始覺得自己唔對路，佢唔係忽然病到瞓低，而係慢慢變。朝早起身口苦，講嘢唔敢近人。夏天出街明明只係行一段路，件衫就有陣焗味。最令佢難受係佢開始唔想同老公親近，唔係完全冇感情，而係佢自己心裏面怕。佢怕自己身上有味，怕對方嫌棄，怕一開燈見到自己鬆弛、暗沉、疲倦嘅樣，於是佢越縮越埋，越縮越唔開心。有一日，佢搭腳落樓買餸，入面有2個後生女仔。芬姐一入去，佢哋冇講嘢，只係其中一個輕輕皺咗下眉，另一個把口罩拉高少少。其實可能人哋冇惡意，可能只係芬姐自己太敏感，但就係嗰一下，好似一支針吉入佢心口。佢返到屋企，放低餸籃，坐喺廚房凳仔度喊。佢話自己嗰刻唔係為咗人哋嫌唔嫌棄而喊，而係忽然覺得原來自己已經唔知幾多年冇好好照顧過自己。你睇，女人嘅衰老有時就係咁樣嚟，唔係一夜之間塊面老咗，而係一年一年將自己擺到最後。仔女要緊，老公要緊，老人家要緊，屋企要緊，唯獨自己唔要緊。到有一日身體先出聲，佢唔會同你講大道理，佢只會俾你一陣口氣，一陣汗味，一種疾重感，提醒你你嘅氣血唔夠清，你嘅脾胃唔夠順，你嘅心太弱，你嘅生活太亂。講完3奏，再講2少。第一少係胃口變少，好多女人以為胃口細係好事，覺得食少啲咪瘦啲，瘦啲咪後生啲。錯，年輕女人食少，有時係控制身形。中年女人長期食唔落，食少少就襯，見到飯都冇興趣。呢個可能係脾胃氣弱，脾胃係後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你冇胃口唔代表你仙風道骨，可能係你部機器已經冇力化嘢。人冇氣血，面色點會紅潤，頭髮點會有光，眼神點會有神，講嘢點會有底氣。芬姐就係咁。佢以前好中意食飯，尤其中意飲老火湯，後來成日話唔餓，話食2啖就夠。家人以為佢想減肥，佢自己都以為係，但其實佢係攰到胃都冇力。日頭為屋企奔波，夜晚為錢銀憂，個腦未停過，個心未安過。人一長期焦慮，脾胃就好似被一隻手揸住，想開都開唔到。第2少係氣量變少，呢個比胃口變少更可怕。女人一老最明顯唔係皺紋，而係講嘢越嚟越尖，心胸越嚟越窄，少少事就嬲，少少聲就煩。仔女一句無心說話都可以記幾日，老公一個眼神唔對都可以心裏面翻舊腸。你話呢個係性格？唔完全係，好多時係長期委屈、長期壓抑、長期冇人理解，最後心裏面嘅氣結住咗，氣一結人就唔鬆，人唔鬆面相就苦，面相一苦個人就顯老。易經裏面有個好重要嘅字叫通，天地之道，通則生，塞則滯，人都一樣，氣血通面有光，心氣通說話柔，人情通家庭和。女人若果身體窄、心氣塞、脾胃弱，就算你化妝化得幾精緻，旁人都會覺得你身上有一種疲態。相反，有啲女人未必好靚，甚至面上都有皺紋，但佢行出嚟乾淨、清爽、眼神定、說話暖，成個人就有一種舒服嘅氣場。呢種氣場就係年輕。芬姐真正開始醒，唔係因為醫生一句話，亦唔係因為老公一句嫌棄，反而係一次好普通嘅舊同學聚會。嗰次聚會本來佢係唔想去嘅。你知好多女人到咗中年之後，最怕見舊同學，唔係怕見唔到人，係怕見到以前嘅自己。
以前大家一齊讀書，一齊食魚蛋，一齊講笑，一齊幻想將來嫁個好老公，住間好屋，仔女聽話，自己永遠都唔會變成街市入面嗰啲鬧仔鬧老公嘅師奶。可惜人生行到後來，邊個唔係一身風塵？有啲女人嫁得好，但心唔安；有啲女人仔女有成績，但自己捱到成個人攰晒。有啲女人表面風光，夜晚瞓覺對住天花板一樣覺得空。芬姐收到同學群組信息嗰陣，望住手機好耐。群組入面好熱鬧，有人話訂咗尖沙咀一間酒樓，有人話好多年冇見，要影多啲相，有人仲放翻幾張舊相出嚟。嗰啲相入面嘅芬姐20幾歲，穿住白恤衫，頭髮黑亮，笑到好開心。佢睇住張相，心裏面忽然酸一酸。佢唔係妒忌以前嘅自己靚，佢係覺得點解嗰個眼裏有光嘅女人會一步一步變到今日咁怕見人。佢本來打算揾藉口唔去，話屋企有事，話身體唔舒服，話要照顧孫。總之成年人要逃避一場聚會，永遠都有理由。但同學裏面有個叫阿玲嘅女人，私下打電話俾佢。阿玲同芬姐以前坐隔離位，感情唔算日日聯絡，但有一份舊時代嘅情誼。阿玲喺電話入面同佢講：咁多年啦，出嚟食餐飯啫，唔使打扮到好隆重，見返大家開心下。芬姐聽完，嘴上話再睇下，心裏面其實更加慌。佢打開衣櫃，先發覺自己已經冇幾多件似樣嘅衫，好多衫係街市買餸順手買返嚟，寬寬鬆鬆洗到變形。有啲係10年前嘅款，着上身唔係唔得，但就係有一種我已經唔再理自己嘅味道。佢拎起一件深色衫，諗住遮住身形，又拎起一條圍巾，諗住遮住頸紋。最後佢喺鏡前企咗好耐，越望越唔順眼，越望越覺得自己陌生。最難受係乜？唔係老，係你自己都唔想親近自己。聚會嗰日，芬姐提早2個鐘起身準備，佢刷咗2次牙，含咗漱口水，又噴咗香水。香水係好多年前仔女送嘅母親節禮物，佢平時捨不得用，嗰日噴得重咗少少。佢以為咁樣就可以遮住自己心裏面嗰份唔安，點知人越驚越容易出汗，越想遮越覺得唔自在。佢坐地鐵過海，一路都唔敢除口罩，手袋入面放住紙巾、香口膠、止汗劑，好似準備打一場仗。到咗酒樓門口，佢望見幾個舊同學已經企喺度，有人肥咗，有人瘦咗，有人頭髮白咗，有人戴咗老花眼鏡。其實大家都老，冇人可以逃過時間。可係芬姐一眼就見到阿玲，阿玲都50幾，面上都有紋，眼角亦有歲月痕跡，唔係電視入面嗰種不老女神。但奇怪在佢企喺人群中好舒服。佢冇穿得好火脹，只係一件乾正淺色上衣，一條合身長褲，頭髮收得整齊，講嘢慢慢地，笑起上嚟有種清清爽爽嘅氣。芬姐同佢一靠近，就聞到阿玲身上唔係香水味，而係一種乾淨味。呢種味好難形容，唔係花香，唔係粉味，係好似洗乾淨嘅衫曬過太陽之後嗰種味，令人覺得安定。阿玲拖住芬姐隻手，話：咁多年冇見，你點啊？芬姐未答，個心已經有啲震，因為佢忽然發覺，原來同齡女人之間嘅距離唔係差在一塊面，而係差在一口氣。嗰餐飯，大家講返好多舊事，有人講仔女讀書，有人講退休，有人講身體，有人講老公。芬姐坐喺台邊，初初好拘謹，成日怕自己一開口有口氣，講2句就飲水，食嘢又唔敢食蒜蓉，連熱湯都只係飲2啖。阿玲坐喺佢隔離，望住佢細細聲講：你係咪成日好攰？芬姐一聽，眼眶差啲紅，因為呢句說話好似有人終於睇見佢唔係肥咗、老咗、殘咗，而係攰咗。阿玲冇當眾講大道理，只係飯後同芬姐行去海旁吹風。尖沙咀海邊夜晚有風，對面中環燈火一盞一盞，
好似人生行到某個年紀，遠睇仲光，近睇先知每一盞燈後面都有人捱緊。芬姐忍唔住同阿玲講：我覺得自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身上唔清爽，個口又有味，成日冇胃口，脾氣又差。我以前唔係咁嘅。阿玲聽完冇笑佢，亦冇扮專家，佢只係話我都試過。原來阿玲幾年前都捱過一段好難嘅時間，佢老公生意失敗，屋企欠債，阿媽中風，仔女又反叛。嗰陣佢日日瞓得3、4個鐘，食飯求其，脾氣越嚟越燥。佢話自己最嚴重嗰陣，朝早起身個口苦到似飲咗藥，出汗有陣酸味，個人又怕冷又怕熱，見到人就煩。佢以為自己係更年期，以為女人到咗年紀就一定咁。直到有日佢喺街市買魚，魚檔阿姐同佢講：阿玲，你近排成個人好暗喎。唔好成日嬲啦，女人一嬲個樣好快老㗎。一句街市阿姐嘅説話竟然點醒咗佢。阿玲話佢嗰晚返屋企照鏡，先發覺自己對眼好惡，嘴角向下，眉心長期皺住。佢唔係唔想溫柔，而係生活太多難關，將佢磨到只剩低防備。佢開始明白身體嘅味有時係生活積出嚟，面上嘅苦有時係心裡面怨出嚟。氣量變少，有時係因為太多年冇人好好接住自己，所以自己都唔識接住自己。老祖宗講：相由心生，唔係迷信咁簡單。相唔單止係五官，仲包括你嘅神態、氣息、聲音、步伐、眼神。你心入面長期委屈，眉頭自然鎖；你身體長期濕滯，氣味自然雜；你脾胃長期虛弱，面色自然暗，你成日講怨話，口角自然帶苦，呢啲全部都係相。易經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人行到一個困局，唔可以硬撐到底，硬撐唔叫堅強，懂得變先叫智慧。女人到中年最需要嘅唔係同歲月鬥氣，而係學識調整。以前你可以3日唔瞓都冇事，而家唔得。以前你可以食凍飲甜品宵夜，第二朝照樣精神，而家唔得。以前你可以心裏面有氣就吞落去，吞完扮冇事，而家吞得太多，身體會替你爆出嚟。阿玲就係由嗰陣開始改，佢冇做咩驚天動地嘅事，冇一夜暴瘦，冇買成櫃補品，亦冇突然變成富太太。佢只係由最細嘅地方開始。朝早起身先飲幾啖暖水，每晚盡量早半個鐘瞓。食飯唔再食仔女剩飯，而係好好俾自己剩一碗熱飯。衫汗濕咗就換，唔再覺得忍一忍慳水慳電就算。每日落樓行20分鐘，唔係為減肥，係為俾身體嘅氣流翻起嚟。更重要係佢開始少講怨話。佢話以前一開口就數老公、數仔女、數命苦，數到最後自己都覺得自己成個人苦。後來佢學識有啲説話唔係唔講，而係唔好日日講。有啲委屈唔係冇發生，而係唔好將佢變成自己唯一嘅身份。佢每日問自己一句：今日我有冇做一件事係真真正正為自己好？就係咁一句，慢慢將佢救返。芬姐聽到呢度好耐冇出聲。海風吹過嚟，佢忽然覺得自己噴得好重嘅香水，反而好刺鼻。佢明白咗，香水遮唔住一個女人長年累月嘅疲憊，名牌衫遮唔住一個女人心裏面嘅怨，厚粉底遮唔住氣血不足嘅暗沉。真正令人舒服嘅女人，唔係冇味，而係身上冇俗味；唔係冇脾氣，而係心入面冇長期結住嘅怨氣。唔係冇老態，而係老得唔狼狽，老得有秩序。嗰晚返到屋企，芬姐冇即刻大掃除，亦冇發誓要徹底改變人生。真正嘅改變，往往唔係喊口號開始，而係由一個細細嘅動作開始。佢第一件事係將手袋入面嗰支香水攞出嚟，放返櫃桶。佢唔係以後唔用香水，而係唔想再用香水去掩飾自己唔安。第二件事係倒咗雪櫃入面幾盒放咗幾日嘅剩餸，以前佢一定捨不得，覺得浪費。可係嗰晚佢忽然明白，女人長期將所有唔新鮮、冇營養、冇人要嘅嘢放入自己肚入面，
其實係一種對自己嘅輕賤。第三件事，佢沖咗一個好慢嘅熱水涼，唔係趕住沖完去洗碗，唔係一邊沖一邊諗明日買咩餸，而係好安靜咁將自己由頭到腳洗乾淨。佢洗頭、吹乾頭髮，換咗一套乾淨睡衣，然後照鏡，鏡入面嘅佢仍然有紋，仍然有黑眼圈，仍然唔係後生女。但佢第一次冇用厭惡嘅眼神望自己，佢只係輕輕同自己講：辛苦你啦，你唔好小看呢4個字。好多女人一生聽過好多責備，聽過好多要求，聽過好多你應該，卻好少聽到一句辛苦你。如果冇人講俾你聽，你要自己講俾自己聽。因為一個女人開始重新愛惜自己嗰刻，身體先會慢慢願意同你合作。你再點逼佢、怨佢、嫌佢老，佢只會越來越沉。你肯慢慢照顧佢，佢先有機會慢慢清飯。之後幾個月，芬姐真係有變，唔係變到似後生女，而係個人冇咁俗。朝早口苦少咗，胃口慢慢返啲，出街冇再咁怕人靠近。佢開始行路，開始曬太陽，開始食熱飯，開始同老公講少啲怨氣話，多啲平實話。佢同我講，最神奇唔係身體即刻好晒，而係佢發現自己氣量大返少少。以前仔女講句唔啱聽，佢即刻爆，而家佢會停一停，飲啖水，唔再急住將火噴出去。呢個就係通嘅力量，氣血通，身體味道會變，心氣通，說話味道都會變。人講嘢其實都有味，有人一開口就酸，有人一開口就苦，有人一開口就火藥味，有人一開口就令人安定。女人真正嘅年輕唔只係皮膚緊緻，而係你講嘢仲有柔氣，做人仲有清氣，遇事仲有轉圜之氣。芬姐後來明白，女人要留住年輕，唔係同歲月鬥狠，亦唔係日日對住鏡將每一條紋都當仇人。人會老，花會謝，月會缺，4時有春夏秋冬，人生亦有生長收藏。呢個係天道。真正有智慧嘅女人，唔係死死揸住20歲嘅樣，而係到咗40、50、60歲，仍然知道點樣養住自己一口清氣，點樣守住自己一份體面，點樣唔俾生活將自己變成一個又怨又俗又乾枯嘅人。女人身上最貴嘅唔係香水味，而係恬靜氣；唔係胭脂色，而係氣血色；唔係講嘢幾叻，而係一開口令人舒服。好多女人後生時靠樣貌吸引人，中年之後就要靠氣場留住人。氣場呢樣嘢聽落好玄，其實好實在。你有冇好好瞓覺？有冇好好食飯？有冇日日喐動？有冇少啲怨氣？有冇將身體照顧恬靜？人一望、一聞、一聽，其實都感覺得到。易經講陰陽消長，陽氣足人就有精神，陰液足人就柔潤。女人過咗某個年紀，最怕就係一邊陽氣唔夠，一邊心火又旺，身體虛但脾氣大，氣血少但心事多，胃口細但怨氣重。咁樣落去，唔單止人顯老，連福氣都會被自己嘅疾氣擋住。你諗下，一間屋如果長年唔通風，窗簾唔拉開，雜物堆滿，味道焗住，就算入面放幾貴嘅花，都唔會香得自然。人都一樣，唔通點會清？唔清點會有光？佛家講身口意三業，身係你點樣對待自己嘅身體，口係你講出嚟嘅說話，意係你心入面日日轉緊嘅念頭。一個女人如果身體長期被忽略，口裏面成日怨，心裏面成日苦，慢慢就會變成一種內在嘅消耗。你唔好以為人老只係皮膚老，真正可怕係心念老。心一老，人就唔想打理自己，人一唔打理自己，身體就更加沉，身體一沉，脾氣就更加差。呢個循環一開始，如果唔醒，會越轉越深。所以三湊兩少，其實唔係咒女人，係提醒女人要返嚟照顧自己。口氣重，提醒你脾胃要理；汗味走，提醒你濕氣要散；私密氣味明顯，
提醒你生活作息同身體狀態要留神；胃口變小，提醒你氣血來源弱咗；氣量變少，提醒你心入面塞住太多委屈同怨氣。身體從來唔會無端端同你作對，佢好多時係你人生最誠實嘅朋友。你唔聽佢細聲提醒，佢就要用更大聲嘅方式叫醒你。第一樣，我想大家由口氣開始改。女人到咗中年，口氣清唔清，真係好影響一個人嘅自信。唔係叫你日日食薄荷糖遮住，而係要從根處理。早晚刷牙，牙縫要清，舌苔要留意。定期睇牙醫，呢啲係基本，但更深一層係你夜晚唔好再成日食濃味宵夜，少啲甜膩，少啲冰凍，少啲一邊焦慮一邊食嘢。脾胃最怕暖，食無定時，瞓無定時，情緒又無定時，佢就會暖俾你睇。你試下早上起身飲幾啖暖水，早餐食得簡單但熱。夜晚唔好食到太飽，慢慢你會發現個口冇咁苦，講嘢都咁近人啲。第二樣，身體要通風，要出汗，但唔好焗汗。好多女人成日坐喺屋企，冷氣一開就一日，喐又少，曬太陽又少，身體入面濕濕滯滯。你叫佢行路，佢話冇時間；叫佢出汗，佢話好麻煩；叫佢換衫，佢話忍一忍就得。忍得多，身體就焗住。你每日唔需要跑10公里，唔需要操到自己散晒，最簡單落樓行20分鐘，行到背脊微微暖，心口有啲開，已經好好。出咗汗就換衫、沖涼、吹乾頭髮，唔好俾濕氣貼住身體。女人身上嘅清爽唔係懶出嚟，係日常細節養出嚟。第三樣，唔好長期食剩飯、凍飯、冷飯。呢句我知好多女人聽到會沉默，因為屋企入面最常食剩飯嗰個，往往就係媽媽、係老婆、係媳婦。仔女食新鮮嘅，老公食熱嘅，老人家食軟嘅，最後剩低乜，自己倒落肚就算。你以為自己慳，其實你係日復一日用最低嘅方式對待自己。食物入肚唔單止係補，係變成你嘅氣血，變成你嘅面色，變成你嘅精神。女人要養翻一口氣，第一步就係俾自己一碗熱飯，一杯暖水，一餐像樣嘅飯。唔好覺得自己唔配，唔好覺得食好少就係美。氣血冇源頭，人好快乾。第四樣，氣量要養。你有冇發覺有啲女人一老，成日將我以前幾辛苦掛喺嘴邊？辛苦係真，委屈亦可能係真。但如果你日日將苦翻熱一次，心就日日被鏟一次，到最後人哋未必明白你，反而你自己先被怨氣燒乾。儒家講修身齊家，修身唔係淨係修外表，仲要修口。你唔係唔可以講委屈，但唔好將每一句說話都變成刀。對仔女少一句責怪，對老公少一句翻舊腸，對自己少一句嫌棄，氣量慢慢就會大。氣量一大，面相就鬆，眼神就柔，個人自然後生。第五樣，每日留少少時間俾自己靜，唔使好遠，唔使坐蒲團，唔使點香念經。你可以喺廚房煲水嗰幾分鐘，唔睇手機，只係聽水聲。可以落樓行路嗰陣，望下樹，望下天，唔好一路行一路諗邊個對你唔住。可以夜晚瞓前摸一摸自己隻手，講一句今日辛苦啦，聽日慢慢來。呢啲看似好細，但對女人好重要，因為女人一生太多時候都喺照顧別人，好少真正被自己照顧。我見過好多女人到咗50歲之後，忽然變得好苦，唔係因為佢哋命差，而係佢哋一直等人來珍惜自己，等老公明白，等仔女感恩，等家人主動關心，等到最後等唔到就開始怨。可係人生有時好現實，你若果連自己都唔珍惜自己，別人好容易以為你真係唔需要。你日日食剩飯，人哋就以為你中意食剩飯。你日日話自己冇所謂，人哋就真係當你冇所謂。你日日捱到病都唔出聲，人哋就以為你永遠撐得住。所以女人到中年一定要學識溫柔而堅定咁照顧自己，唔係自私係自重。
你可以愛屋企，但唔好忘記你都係屋企嘅一份子。你可以照顧仔女，但唔好將自己消耗到只剩低怨氣。你可以慳錢，但唔好慳到自己身體壞晒。你可以忍一時，但唔好一世都吞晒落肚。真正家和唔係一個女人無限黐生換返嚟，而係每個人都明白，媽媽、太太、女人都需要被尊重、被照顧、被好好安放。芬姐後來同我講，佢最明顯嘅改變唔係人瘦咗幾多，亦唔係皮膚白咗幾多，而係佢終於唔再怕同人靠近。以前搭果，佢總係縮埋角落，而家佢企得自然。以前同人講嘢，佢成日用手掩住個口，而家佢會先笑一笑。以前老公行近少少，佢心裏面就緊，而家佢冇再咁抗拒。唔係因為佢忽然回到20歲，而係佢身上嗰種窒心理嗰種怨慢慢少咗。你話呢個係咪返老還童？唔係，呢個叫分清。女人到咗某個年紀，犯清比翻亂更重要。亂係歲月俾年輕人嘅禮物，清係一個女人自己收出嚟嘅福氣。你身上清，屋企氣場都會清。你講嘢柔，家人心火都會降。你氣量大，很多小事就唔會變成大災。老祖宗講，家有人妻，夫不遭橫餓。呢句唔係叫女人受苦受難，而係講一個女人若果心正氣順，真係可以穩住一個家。但前提係佢自己唔可以先倒下。女人開始衰老嘅三臭兩小，講到底就係一個濁字，口濁、汗惡、身弱、胃氣弱、心量窄。若果你一樣都冇，真係要恭喜你，因為你唔單止保養得好，更重要係你嘅身心仲有秩序。若果你有一兩樣都唔使驚，唔使收閪，亦唔使即刻覺得自己冇救。人只要肯醒，幾時都唔算遲。怕就怕你明明聽到身體提醒，仲話算啦；明明知道自己太攰，仲話頂住先；明明心裏面怨到滿籠，仲話女人都係咁。唔係，女人唔應該都係咁。女人可以老，但唔應該老到冇光。可以辛苦，但唔應該辛苦到冇自己；可以為家庭付出，但唔應該付出到身上只剩低俗氣同怨氣。真正嘅福相唔係面上冇紋，而係眼神有善。真正嘅年輕唔係皮膚緊，而係氣息清。真正嘅美唔係令人驚豔一秒，而係令人靠近之後覺得舒服。所以由今日開始，唔好再一味嫌自己老。你要問自己，我有冇每日俾自己一杯暖水？有冇好好清潔口腔？有冇少啲熬夜？有冇食一餐熱飯？有冇行一段路出一身微汗？有冇少一句怨話，多一句柔和？有冇喺照鏡嗰陣唔再用仇人嘅眼神望自己？你每做到一樣，都係幫自己翻清一分，清一分，福氣就近一分，鬆一分，人緣就好一分，暖一分，家運就順一分。聽我講到呢度，如果你覺得我呢番讀書人嘅老生常談對你心境有少少啟發，又或者你唔想呢啲老祖宗嘅養生同修心智慧喺我哋呢代人手上慢慢失傳，請你動動手指幫忙點個讚、訂閱呢個頻道，甚至轉發俾你身邊最關心嗰位女人。你一個小小嘅分享，喺佛家來講就係隨喜功德，將福報同善念傳開去。今日聽完，如果你都想提醒自己，由今日開始唔再嫌棄自己，唔再遺忘自己，不妨喺留言區留低養回清氣呢4個字。呢4個字唔係口號，係一份願心。願每一位女人無論幾多歲都可以身上恬靜，心理清明，說話有溫度，眼神有光。等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善念共振，亦當係送俾自己未來人生嘅一份祝福。祝福大家。